暗时到明仔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介寒时阵，体感温度各地头可能拢降到8度。金正恩带伊的查某囝金主爱出席重要的新年活动，显示金主爱接班人的地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因暗到明仔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介寒的时阵，这体感温度上低可能是干8度尔，大家是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这款天气冷叽叽，在南投的合欢山是透早就已经在落雪啊，现在未少游客去看雪。警方是管制台14号线，昆阳到武岭，赛车就要挂雪链啊，才会使上线。2、1。游客真欢喜，连续雪球翕相。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一带，初二透早3点开始落雪比雪，有赏雪民众规整区穿好烧，4点就上山要来看雪。看到雪是真欢喜，不过也有人讲有够寒，讲唔敢过来咯。凌晨4点出发，然后排队，然后上山。觉得太冷了，不会再来第二次。太冷了。第3层150公尺的上雪楼，头前广场也全部拢是雪。早起10点左右，温度只有0.5度，积雪大约是1公分。合欢山地区自1月2号凌晨3点起，断断续续飘雪。目前山区浓雾，视线不佳，除注意保暖之外，并注意行车安全。警方甲过是排甲沙角水，甲放在路中，有山区落雪，也阁有大雾增高。台14甲线翠峰到台湾岭路段，初暗时间有先封起来咯。初二早起7点恢复通行，不过昆阳到本岭路段，伊讲结冰积雪，所以限制汽车必须爱挂这个雪链。要下雪中哈，现在目前昆阳跟松雪楼这一段路面还有积雪路滑情势，所以这一段是有现挂雪链的管制。机车是不能上来的。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全台温度一直降落来。初二平地上低温地，新北市富贵角也个离岛的连江县东引，拢只有8.3度。气象署讲，初3开始变大冷，初5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刷入来。明天强烈大陆冷气团持续的影响，天气干冷。那5号到8号受到另一波强烈大陆的冷气团逐渐南下以及影响，天气仍然是比较冷。气象署讲，初2入夜了后，也会更较寒，中部以北低温会伫10度到12度。虽然初4小可回温，不过几个一月上旬温度拢会较低。中南部是日夜温差真大，民众要注意气温的变化，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中共前几天伟大军演引起国际反弹，美国国务院是发声明，要求中国要爱暂时停止对台湾军事施压。咱驻美的代表朱大律师表示讲，中共种种起诉的行为，拢一再个显示讲，咱台湾是有必要搁买军备加强防卫。我国驻美代表卢大雷向国旗致意，甲华府侨民升旗迎接新年。台湾面对中国军事恐吓，美国伫元旦即天正式回应。美国国务院是伫美东时间初一声明，中国对台湾及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及讲法是无必要的增加局势紧张。伫声明内底，华府是强烈要求北京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嘛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透过武力及求避的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事实验证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买这些东西。因为挑衅者不是我们那在派军舰跟飞机绕台的是他们，所以在他面对这种攻势、这种威胁的时候，自我防卫是理所当然的。强调军国唔是甲中国掠是自我防卫。元旦伫华府地区这场升旗典礼，中华民国国旗甲美国国旗挂做伙，但是美国总统川普3天前讲一句无烦恼中国军演，引起侨民联想。因为他是想要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两手政策、两手策略。我觉得他这样讲，虽然可能对我们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有利，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他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去着想。他的回忆是稍微淡一点，但是已经起码有这个回忆了，算是不错了。侨民认为川普想要颳贴处理，避免甲中国冲突。卢大雷是表示，美国该讲的拢已经讲啊，美国具体想要帮助台湾自我防卫行动并无改变。
不但是在讲什么，其实在做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在美国一直在，包括对于这个军售啦，还包括昨天晚上也又增加了一笔新的对美国通知一家厂商的有关于要卖给台湾的一些装备等等。美国国防部在2月31公告，洛克希德马迪公司得到总计上限3亿美金对台军售合约，内容是55台 F-16V 战机的红外线超吹对装夹舱。中国想要用军演反制美国对台军售，但是华府对台军售的脚步并无出现改变。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各国迎接新年活动是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式，不过伫咧北韩，因受人关注的却是领导人金正恩甲因查某囝的互动。伫咧下年暝，这平常嘛有举办真盛大的新年活动。金正恩的查某囝金祖爱甲因老爸金正恩伫看典礼时阵，这手是牵条条，而且查某囝佮甲老爸金喙配，互动是真亲密。也若过当讲新年头一天，金正恩就带伊的查某囝金祖爱去金秀山太阳宫来参拜。这个所在是金氏家族的梦，是真重要的圣地。而且咱来看下骹这张相片，这金祖爱是徛伫咧头一排的中，显示伊的身份是真悬。也若根据外界分析，这金正恩一直咧带伊的查某囝来出席重要的场合，也是咧为查某囝来接班拍基础，显示这金祖爱接班人的地位。金正恩甲家后李雪主新年头一天就带查某囝金祖爱、家东真高站到家族的陵墓金秀山太阳宫去参拜老爸金正日甲阿公金日成的陵墓。官方所释出的相片显示，金祖爱徛伫头一排爸母的中央，显示伊身份地位的重要性。金正恩对2012年执政以来，因讲每年元旦拢参拜太阳宫，只有2018、2024甲2025年无出现。今年是头一摆伫即天带查某囝公开来出现，被看作是传达出重要的接班信息。北韩毋捌公开即个金祖爱年龄，外界伫谣应该是伫2019年代初期出世的。过去3年，伊伫各种媒体真接出现。南韩的情报机构早已经伫谣，伊可能正是北韩第4代领导人。由北韩要伫1月召开第9摆劳动党代表大会，提出未来5年施政的规划。分析认为讲，即摆公开出现的时机，毋是遐尼拄好的代志。也若伫前一暗暝跨年暗暝，并利用5月体育场举办盛大新年庆祝活动。迄天金祖爱甲金正恩穿同款长版黑色皮的大衣出现，座位也伫咧爸母的中央。镜头内底，父女看起来态度真亲密，不时牵手讲细声话。当新年到时阵，金祖爱竟然是爬起来伫老爸面的轻轻亲一个，亲密的程度是诚济讨论焦点。金正恩也伫演说中学到北韩人民的努力，讲全国会使为2025年提升国家力量甲尊严感觉骄傲，也呼吁全国保持团结一致。同一天较早的时阵，金正恩父女也会见伫乌克兰战争中支援罗西亚的北韩部队指挥官家属。另外会见即要参加农历新年演出的学生，外界认为讲这个动作意思伫咧强调金正恩重视未来世代领导风格。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的第一大城纽约迎接新年，嘛迎接因的新市长是34岁曼达尼，伊是纽约市上届少年，也是头一位穆斯林市长。不过，伊是行左派的，而且提倡社会主义，特殊的背景甲立场引起关注。美国东部时间7日的饭店，纽约新市长曼达尼伫伊牵手厝内人家幕僚的见证，伫咧旧市政厅的地铁站进行由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所主持的宣誓仪式。起誓用的经典是曼达尼的阿公，也有非洲学者向伯格的2本可兰经。早起11点，曼达尼又搁伫咧市政厅广场，几落千位民众的面头前，由伊的政治导师、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主持进行公开宣誓，发表演讲。My fellow New Yorkers, today begins a new era. 总人口差不多850万的纽约市是美国第一大城，不过对美国政坛提倡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人物，这个人桑德斯被叫做 AOC 的科尔特斯等几位议员，民选的行政官员，曼达尼是第一位。I was elected a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nd I will govern a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I will not abandon my principles for fear of being deemed radical. 伊七岁规家伙仔自非洲的乌干达搬来纽约，多元文化的背景，甲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居民共款。2018年，真侪美国公民伫咧进入政坛进前，捌做过歌手、帮议员，竞选时阵提出的主要诉求是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出华裔人加税、出税袂使起、免费公车一个托行服务的政见。 和基层加少年选民正认同，也过互华尔街正担心。Basically support Zoran for the changes he's bringing, making it affordable for everyone. If this city can become affordabl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follow. 曼拿尼伫咧演讲时阵讲，伫过去几60年来，政府想过依靠私人企业对公共服务拢无注重。 年过月深，和民众对民主制度无信心，伊要改变这种情形。和市政厅无过在只是弱势者上尾的依靠。伫咧伊上任了，就随签3项行政命令，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也个加紧大房开发的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伊朗的钱是一直咧奔波，这当地钱就要140万才有法度换1块美金。伫荷兰市场罢工，全国也有真侪所在发生抗议起冲突，上无是已经5个人死亡。 示威活动是愈来愈严，足侪所在警察甲民众拢有冲突。伊朗南部发生时，抗议的民众要冲入去州长的办公室，现场庆声是一直传出来，民众甚至甲办公室大门的玻璃讲互破。西部的哈马丹嘛传出安全部队牵催泪加速弹。西蒙政府官员一直否认少年人遇害的消息，不过已经有传出足侪人伫咧冲突当中无命，其中包括一个革命卫队的成员。德黑兰最高检察官警告，若是示威转做是破坏公物，军警会采取决定性回应。 伊朗的街仔头有遮尔侪抗议的人，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崩盘。伊朗离安尼换美金的汇率已经暴落去140万大关，12月的通货膨胀率关闭52%，足侪基本的生活物资贵三三，民众唔敢买。为德黑兰出名的大市集店家罢市开始，真侪民众行去咧街仔头伫咧发口号，有抗议者足无奈的讲，每一个人拢为着生活，趁者伫咧拍拼，为着要甲民众心内火抛花。总统斐济苏吉安 紧急批准中央银行总裁时这批换财政部长谢马提来接替，按算要让经济影响降到上低。 دولت حتی اگر صداهای تندی هم باشه حتما با صبوری خواهد شنید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باور داریم مردم ما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ردم صبوری هستند و وقتی که صداشون در میاد یعنی فشاری که بر اونها وارد میشده فشار بالایی هست کار دولت این هستش که 面对继续拖开抗议，伊朗政府宣布全国学校甲银行进入经行假期，对外理由是欠零减碳。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是为着防止民众挖规定抗议。目前包括德黑兰大学在内有10多间出名学校已经宣布改做线顶教学。不过示威民众情绪真激动，甚至伫咧街仔头发怀念进前王室的口号，和这场为经济困境倒起来火，考验伊朗政权的稳定性。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 国立台湾博物馆对2024年到今是已经培训52位台语导览人员。这阵是一个铁道部分区带导览看古迹、讲铁路历史。你看这是真啊对唔对？对。伊认为是柴的，对唔对？伊拢是柴的吼，啊，叫做啥？半部作为建筑。哦。 用台语甲民众介绍铁道部园区的建筑，嘛通体验园区内的机工号车厢。国立台湾博物馆伫铁道部园区正又推出台语导览路，园区有6个古迹，亲像听写八角楼和航空号等等，也保留台湾铁路发展的脚迹。导览员表示，伊伫遮服务10八档，不过要做台语导览无简单，也拢着家己认真做笔记。7、8成、8、9成拢用华语伫沟通，所以讲台语用台语的名词。 来介绍这个食物啦、动物的名，真侪人会来看。你讲啥，我唔知影，对唔对？所以这是我比较较困扰的所在。所以表示讲，咱对台语的推广的时候，推广的文化，啊，我爱较深入一点。 根据统计，2025年来台博馆听台语导览的民众有439人。官方甲台语路协会合作培训52位台语导览员。协会嘛透过台语文基础、铁道专业知识的台语转译等等，提供教材甲导览示范演练。
流民团就是老兵团嘛，啊，轻轨可能就爱讲轻铁、轻轨，所以我都有针对因内底会用到的专有名词特别扣出来，已经先整理好啊，还不管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伊就是一个带头，啊嘛希望讲其他的馆场啊、其他的博物馆啊、是美术馆啊，介绍互更较侪人用台语来认捌因这个机关内底的故事安尼。台语路协会嘛肯定各立机关愿意甲资源用伫台语导览的系统性培训，嘛希望通发挥带头的效果，互愈侪场馆公司机关愿意投入增加台语的公共空间，嘛通互愈侪人使用到无共国家语言的服务。记者卢尚如、郑准牛台北报道。西班牙马德里一间极美女的工厂，最近是参考历史文件，激出3000年前的苏美美女，是用现代原料激出东车时古麦仔也做顶原料激出来气味。金粉色的麦仔酒慢慢倒满过的杯仔，也有香港的麦仔酒泡，看起来就真好啉，互消费者挡袂掉，第一时间就啉落去。西班牙马德里一间麦仔酒厂是人做，运用一份离即马数千年历史的苏美王朝的激酒配方，搭配考古研究，找出苏美王朝时期的麦仔酒风味，互真侪消费者学了解会特质。Se ha conseguido reconstruir lo que hacían hace 3000 años y que los sabores debían ser bastante parecidos. Es un viaje en la historia diferente, la cosa que no puedes hacer de otra manera. 这份冷过几千年，重新登到人间的滋味，是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芭芭拉·伯克无丢地发现一首罕见的苏美赞美诗，是献给麦仔酒女神林卡西。伫诗中，都有结做麦仔酒的线索，会当互伊用线索结合其他描写麦仔酒原料甲事物族类的古代文献，找出制作原料，互激酒师会当重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所啉的麦仔酒。This text only mentions the use of aromatics, but it doesn't specify the aromatics. And there I had all of a sudden a little text, a little list telling me what kind of aromatics you would use for beer. And I thought, that's wonderful, that's great, that's something new. 依照当时的文献记录，这种号名做胡姆巴巴的苏美麦仔酒，因为当时年代也无麦仔酒花，所以使用包括古麦椰枣甲香味食物等原料制作。为着互民众会当啉到3000多年前的苏美麦仔酒，西班牙伫11月举行的科学酒期间，特别举办一场融合科学历史甲感觉体验的试饮活动，互参加民众啉无发酵的果汁甲成品麦仔酒的风味，也带领民众亲自了解发酵的过程，毋望大众会当更加了解透过现代技术国外的苏美麦仔酒有偌珍贵。公司新闻电视董平玉。英格兰的西部有一间饭店是对排档起身的，生理强强滚，未甲即阵有店面啊，也未满一年，即阵佫互选做是英格兰上赞的饭店。当英格兰上赞的饭店宣布的时，苏丹尼家族拢欢喜甲画出来。苏丹尼家族饭店原本只是单，规家伙仔无人有专业的烘焙经验。不过经过一冬的时间，因毋但有家己的店面啊，生意是强强滚，无眠无日咧行，以满足人客的需求。Usually about 4 in the morning, I'll start doing pork pies, that sort of thing. Then at 4:30, my mum and my sister come in. They start doing their cakes, brownies. Some of our best sellers would be sausage rolls, that's a big seller. Pork pies now, we've only just introduced them. 苏丹尼家族讲，原本因只是因为家己有饲鸡，食袂了的鸡卵，就放伫卵箱内底，互厝边的用伫家己落钱买。伫2冬前，因想讲厝邻做来家己食的芳，嘛会当做伙卖。豆豆啊，来交关的厝边愈来愈侪，就安尼穿起来。Well deserved. I mean, the food's excellent here. I'm getting a pork back today, and hopefully an almond croissant. So yeah, well done. It's got all the old favourites, and they look really beautiful, very tempting, don't they? 虽然已经摕到上悬的影响，苏丹尼家族也是希望会当维持甲英国同款简单的生活，所摆因甲成绩发袂伤保留落来，互拜六礼拜人客嘛通好买。伫短短的时间内称甲遮尔红，苏丹尼家族的大家长认为，伊毋是简单芳好食尔尔。The girls at the bakery, they have very, very good customer service. They keep the customers very happy because they're just so jolly, which is lovely. 公司心乐培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